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1月7日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怡珍。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自今年元旦开始，为中国入境台湾的旅客全部拢爱做喙瘾体检。指挥中心公布头一波确诊旅客病毒的基因定序结果，目前验到3种病毒株，不过过去拢捌出现过，所以并无发现新的变异株。旅客入境了后排队要等检查行李，指挥中心进前宣布，对7日开始，对中国启程经过香港、澳门转机来到台湾的旅客，必须爱有启程的地点，坐飞机进行的检验报告。根据通机场资料显示，头一班对港澳来到台湾的载客班机，伫早起9点35分到台湾，入境旅客66人，上机进行已经检查过检验报告，到台湾了后比较一般旅客入境。因为有那个台商太太新天地都有分享嘛，然后他就知道这个。我们自己除了纸本以外，我有把它扫描起来，所有就有电子档也有纸本。会安尼做是为了防范中国可能出现唔知影变异株。对一关数监测员看到，1月7号在中国直航班机对小港机场入境旅客148人，其中喙瘾 PCR 检验37人检出阳性，阳性率是2.6.8%。1月7是1200入境的人，有258人是阳性，阳性比率2.5%。另外，指挥中心公布，1月7日入境阳性的个案，CT 值在2人以下的人的定数，总共验出3种变异的病毒。比较少数的是 BA.5.1，中国目前比较流行的就是 BF.7跟 BA.5.2嘛，因为这个本来的数量就不多啦，所以验出来就是会目前比较流行的一个型别。就伫中国疫情大爆发的同时，民众抢接退烧甲止泻药啊，竟然佫传出为着 XBB.1.5 比例，会无度控制会落屎，互伫纸的流出啊，即阵是拢买无。那中国所流行的变异株是 BF.7和 BA.5那并不是美国纽约还有说东北盛行的 SBB.1.5。中国是因为人口它非常的大，所以就会让人家有错觉说拉肚子的那个会成为主要的症状，其实并不是对着本土新冠疫情，要伫过年左右达到第3波的高峰，指挥中心也呼吁，厝内底有老人、高风险族群，也未注射对家剂，也是要为着已经好满3个月，以及有亲戚朋友对国外返来台湾的人，拢应该赶紧来注射次世代疫苗，来增加家己的保护力。记者综合报道。中国疫情真严重，各地头的病院客满人，专家质疑官方公布的确诊数字无准。伊个寒人确诊死亡的人数恐惊会超过100万人。另外，香港的民众惊中国初8开放边境了后，游客会甲病毒混入来香港，即阵拢赶要注疫苗。较侪个患者扩散数辅助喘气，并增加基准式的走道拢客满。上海郊区这间病院每一个病患平均候诊时间超过5点钟。面对解封了后增加真侪的新冠确诊人数，中国各地医疗用人拢真严。放开这个钱。有一系列的那个动作，让大家知道多少岁数的人应该怎么样。最起码药店都到充足了，完了以后再开放是比较好的。中国官方讲，疫情伫会当控制阶段，目前敢若甲肺炎加呼吸衰竭的死亡病例列入新冠死亡人数。顶礼拜官方公告的确诊人数敢若2万，不过新闻讲话专家提出质疑。It's quite possible that there'll be 1 million deaths or more this winter from COVID in China. And in rural areas that the healthcare systems are not so robust, that's when we may see more impact of the virus. But for some major cities, hopefully the peak in hospitalizations, the peak in severe cases is passing. By maybe the end of January, hopefully the hospitals will be easing up. 中国特别伫7月开放香港边界，是3年来头一届开放。香港地区政府预定单日通关人数会达到6万人。香港居民是烦恼变种病毒嘛会对入来，确诊大陆人滞留，恐惊全香港拢变做临时病院。因為以我所知，可能內地方面都爆發得好厲害，因為已經講得好清楚啦。其實即係內地人其實係可以付費嚟打呢個2價疫苗啊嘛。咁到時與其先好，大家好互相逼嚟逼去，不如我自己早啲嚟打先咁樣。搶注疫苗，都驚又閣發生大規模感染，香港居民唔敢大意。不過，特別到下農曆新年，春運總量挖近21億人，若是運業第一線工作人員感染的風險大，回鄉民眾恐驚會將病毒帶回鄉村地區，所以農曆春節了後，中國偏向農村地區的疫情有大流行的可能。公視新聞neu言編譯。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小可反冷，空气较干较无好。若北台湾温度是降较济，咱来看温度。
今仔日东北季风落南，北台湾天气变寒，其他所在早暗较冷，不过各地拢是侪份好天。中部以北含东北部低温14度，高温是18度到20度。若其他的所在低温16度到18度，高温是21度到25度，早晚温差较大，就要注意。明仔载冷空气减弱，温度会回升，不过到下礼拜一水气又搁变北高，西半部可能会落雨。来看立法院昨调解协商，外界上关心当时要普发现金6000块。国民党要求立法院这个会期就要延长到1月19，经三读通过量查分钱。另外，内阁要改组，行政院长苏贞昌敢有法度留落来呢？苏贞昌讲，伊家己就亲像担当的人，规身躯臭汗酸，袂得人听，干会当尽力甲代志做好。都在了哈，那我就很郑重的哈来跟曾总召道歉。好了，四市原放落新单，甲詹民忠压腰会失礼，就是希望讲预算审议会当顺利过关。因为国民党扬言讲，假使四市原若是唔会失礼，安尼就要来拒绝卫福部审议的预算。6号立法院的调解协商，外界上界关心的要是普发现金案，立法院是唔是会延会来处理呢？我们党团希望延会到元月19号。行政院不把法案送进来，我们党会提案，绝对可以在元月19号前完成3读。那要说在4天内可不可能完成？那假如大家有共识的话，有可能的话，我们何乐不为呢？行政院正在加紧各部会的作业，要把法源做好，送请立法院同意，希望开春以后。就能给全民一个新春的祝福。调解立委拢咧话讲，行政院就要紧密甲普发现金案甲送入去立法院。行政院长苏贞昌嘛表示讲，当咧来作业，立委领6000，大家拢有家己的看法。给小孩当这个教育基金吧，我可能不会去领。他如果汇入账户，那我可能会领出来退还给国家。我自己也会把这6000块钱捐给我支持的公民团体 NGO。无排除全民规个发6000块。苏贞昌面对内阁改组的声浪不断，政策紧急洗碗来顺应民意，传出讲留任的机会阁加真多，一句担当，更加互人恶咧想。挑担的人满身汗臭，是不会讨喜的。我们尽力要做好，不过也没有100分的政府。记者综合报道。年节要到，为着要防止非洲猪入境，海巡署北部甲中部分署昨宣示大会，要严格追查走私，包括家人、北岛渔港和宜兰到新竹5个县市同时举办。今日特别规划在八斗子渔港举行誓师大会，并同步在宜兰至新竹等5县市采异地同时方式执行岸海联合威力扫荡，动员3舰7艇、45车5犬及1架无人机。共计283人参加。海巡署表示，年节进前民生物资的需求增加，为着要断绝走私浪港，联合扩大追查，展现海巡署打击犯罪、防止非洲猪入境的决心。出没2礼拜就要过年啊！台北地法街年货街啊，昨开市，不过物件万项起价，亲像土豆、果子仁都起2-3成，乌鱼子平均嘛起1成。民众无大话，干那会当买较少咧。甲各种色的糖仔放起咧货架啊，土豆、开心果嘛，一袋一袋互民众拣。台北市立化街年货大街正式开始卖，这往是2年后才开放试食，透早就袂少民众来买。原有了拢起的情况下，今年袂少4小啊拢起价。买南瓜子之前都差不多250、240，现在就270、280了。薪水没涨啊，所以就少买一点，少吃一点。价钱是有差了，可是要吃就是要买嘛。比起各种年货介绍，豆仔仁类土豆起上济，平均起差不多20%至30%，牛轧糖嘛贵2成。另外，煮年菜爱用到的南北货、大货也拢起，亲像乌鱼子平均起1成。最高顶级的去年同期一斤是2000块，即卖2800块。北海道干贝是贵差不多2成。3粒罐装第2包鱼，去年480块，即卖1罐580块。若是进口回锅，平均贵2成。
万物都涨，包括运费啊什么都涨，哈，那个比较让民众有感觉到涨幅有一点涨幅。今年乌鱼子的产量真的很少，包括海洋啊那一个养殖的产量真的差很多。日本北海道的干贝那个产量也是差很多，包括那个运费的一起调涨。物价起无停，为主计总处公布上新的消费者物价指数，会当看到，去年12月 CPI 年增率升悬到 2.71%， 累计去年规年 CPI 年增率 2.95%， 创下14年的新高。其中，伫外口食费用起 5.77%， 也是14年来的新高。另外，17项重要民生物资内底，12月平均年增 6%， 其中鸡卵起 21.99% 上济，沙拉油、调理油起 14.32%， 面包起 8.33%。米起 7.5%， 创下82个月以来新高。17项重要民生物资已经连续3个月起 6%， 这原来互民众对物价起价真有感觉。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报纸写啥物？带观众朋友来看早报重点。先看联合报，中英航勤落水争议还未解决，员工提出4项诉求，亲像比照母公司年尾奖金爱有3个月。年节上班的薪水应该要比外包的派遣人员更较济，若无过年年假可能会依法休假。接落来看《中国时报》，环保署要规定旅馆业者减少提供用一摆就等现杀的旅馆用品。7月开始分阶段实施。第1阶段是旅馆的业者卖主动提供，第2阶段是民众爱开钱买，若准家己传房间的介绍尚无有5%优惠。落尾是《自由时报》。112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将调野协商，其中国防预算的部分，长水南国造、长水南系统和战机的性能提升等方案，和国民党的立委以相关资讯不足，对实际进度有疑问做理由，提案冻结部分的预算。再来看台电公布去年的省电成绩，拢总省18亿度的电，平均一年加省2成。希望未来会使起电钱，省电效果会愈好。若针对绿电的发展，台电表示，目前上困难的是土地谈判。台电代表甲能源局代表徛伫台顶，公布讲2021年省了18亿度的电，平2021年的成绩是各加省2成。那以往是比较用制式的方式去做，那去年呢，我们有做了一个新的叫做节电智慧车，开到各个社区去，让各个社区的不管是各种年龄层都可以很快的接触到未来这个世界的节电的方式呢，可以有更多元各种方式。台电甲能源局拢表示，为了要达成2020年净零碳排，创造能源、纯能源、新能源是3个主要的重点。绿电发展的部分，台电表示，当日拄到的主要难关是土地；省电的部分，希望透过电费调整来达成。有一些土地的取得，还有就是地主跟业者之间的互信谈判上面有一些困难，所以这个部分在未来，我想也是一个必须要突破的。企业节电的难关，当然他们会考量，我投资下去之后，我的成本跟回收。那现在因为电费相对比较便宜。在这个状况之下，他们的回收年限时间就会拉长，所以如果说电价做适度的反应，我们认为对于节电是有很好的一个效果。台电表示，2022年7月份起电价，一寡企业加民间就省电的作为。另外，台电估计2022年的用电量平均一年是增加0.6%左右。详细数字要来计算，2021年的部分用电量平均一年是增加4.5%。虽然用电成长率有降低，不过用电的需求也是在增加。安怎达成2020年净零目标，也是真头痛的问题。记者郭文良随台北报道。来看台北内湖当年塞车一直无解决，台北市长蒋万安就指示成立专案小组，改善内湖科学园区交通的问题。有企业代表就提议推动交通船、行水路，改善塞车，佮行销观光。蒋万安表示，这个方案较困难，会继续来讨论。内湖交通塞车问题长期无解，台北市交通局拜会内湖科技园区发展协会。听企业心声甲需求，有企业提出水路运输的方案，用交通观光船解决上下班的塞车问题。船舶的运输量太少也太慢，观光可以了，但是如果要作为通勤，我个人认为
还不成熟，很夸张，很难实行。船上班这附近也很难靠暂停，也还是会换交通工具到办公大楼。搭船这个，我可以归类在比较有创意，受限一些可能气候或者是整个班次趟数的部分，它还是会有一些影响。内湖交通行水路是不是有改？内科协会名誉理事长洪素慧建议加入城市行销概念，包括圆山饭店、八德路，也甲南京东路的麦帅一桥，共同点拢是挖近捷运站，是会当考虑的上落船地点。因为圆山那个地方呢，直接这样子过来的时候，它是可以直接接在那边的捷运站。那这样子，不管是往北或者是往南，它的交通其实就是去疏散，同时它也会去疏散到从桃园来这里上班。其实整个台北市，它应该是一个北北基桃的一个大概念。这个部分也要考量到整个基隆河的水力，包括清淤、包括潮汐等等。那根据过往的评估，困难度是比较高。高龙桥表示，水路运输是坐船过基隆河到其他埔岸，再个转友摆通勤。不过基隆河水位受到海流影响大，还有积水问题，航班时间成本拢要考虑，而且通勤甲观光性质差真济，安怎结合拢需要去思考。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嘉义县政府初五召开第3阶段国土功能分区划设说明会。梅山德家等地区有约600外居民，拢反对土地互规划入去保育区内底，就走去说明会场陈情抗议。紫色的长枪哦，白色的啥物？嘉义市对吧？嘉义市民雄摇念做伙，规个拢成双啦；水上摇念做伙拢成双啦；中部摇念做伙拢成双啦。烦恼吃亏啦，烦恼无啦，烦恼无来，你甲我讲这水库用地。这地拢得行，完全拢无啦，得行毋通摸啊包。德行乡长本末甲家己饲小啊，规个乡线干那乡公所附近划入去城乡发展区，因为国土计划规划内容铺排，去甲侧干桥，讲乡长做甲真见效。我们桥拢毋是人，你们乡拢人，我们桥拢是狗，地通啦！我做这地乡长做啊见效，做个咪弄病。600外位来自梅山、德行甲番路的山区居民，初五下晡伫德行乡公所参加国土计划说明会。因为本末家己的土地受到国土保育水源地保护等分区管理办法限制土地的使用，所以 Q 某条送定情人士，希望县政府来保护山区的权益。阮这农民，原来从日据时代就住在这边的人，就一定要划为国保，这个是很不公平的一件事。就是讲，咱遐也无这个污染的工厂，咱拢总是以农为生，以做地为主尔。啊嘛无可能去污染到恁的水源，这饮用水水源部分吼，这点请大家爱提出严正的抗议吼。嘉义县政府经济发展处表示，国土计划法的规定，各县市拢需要配合办理。针对一寡较特殊的所在，除了有配合的管理办法，嘛会透过扩大指引城乡区的范围，保护民众的合法权益，会整理民众的意见，保护规划国土计划相关单位来调整。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来关心国际消息，美国众议院议长选举投票还未结束，共和党内因为极右派反制，投票到11轮拖3天啊，麦卡锡的票数共款无过半，无法度选调，打破164年来纪录。因为议长无一定就爱议员才通做，共和党内都有人提名前总统 Trump 来做议长。And so I nominate President Trump because we must make our country great again, and he can start by making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great again. 美国众议院议长的选举演讲赛进行到第3回合的时阵，共和党及右派势力自由党团内底，上届反对众议领袖麦卡锡的非洲议员盖茨，加前总统川普肯伫候选人名单。只不过最后投票结果无亲像伊所希望的，就只有盖茨本人1票而已。麦卡锡必须伫全院435席内底得到218人的支持，才获得顺利坐上议长的宝座。民主党所提名的非洲的领袖杰佛瑞斯，伫党内大团结气氛下，投票拢投予伊，一路保持212票。而麦卡锡是伫自由党团20名议员的强烈抵制之下，一路去掉咧，也暴露选后共和党是陷入非常混乱的局面，更加互外界看到美国民主两正一面。How long do you think this is going to drag out for at this point? I'd love to know, but we're working through and we made good progress today, so we'll continue to talk. Did you ever think it would?
新的会期议长选袂出来，众议院就无法度来进行任何重要职能，包含监督国家安全、调查政府不当行为，也佮通过立法等。各会因素拢袂顶袂当的。共和党议员和家己党内这派6个极右派，和一个塔利班20人的派听的外号。因主要来自美国南方，大部分是2020年大选川普的铁票区，计半数拢过着承认顶摆总统大选的结果。美国媒体消息讲，麦卡锡为了当选，决定对自由党团提出了一连串要求来让步，而且改变也下流议长办公室的权力，并且和普通的议员在法案的起草也有通过方面拥有较大影响力。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印度即阵有寒流，北部未少所在温度是直直落。首都新德里初五出现2度的低温，创下温度上低纪录。毋但咱人爱摸叶啊，就连宠物牛嘛爱加毯啊当寒，阁有真侪5岁以下囡仔因为天气伤寒去感着。走路边无厝通转去的人，用火炉伫喂烧，因看到机车骑士穿着到外套，都特别来送毯仔，交互大人甲囡仔。受到寒流影响，印度北部部分地区出现低温的气候，和首都新德里初五阁创下低温的纪录，只有摄氏2.2度。So this is also lowest in this region. Now this cold wave, cold day, and also dense fog will remain next 24 hours. From 6th onward, it will start reducing gradually. 冷极极的温度，互骑着奥多拜、三轮车的民众拢穿着真厚的衫，有的技术甚至是冷到手指拢无感觉咯。当然，畜牧业者饲的狗仔、甲牛拢有盖着毯仔，也是求伫地毯喂烧。离病院内底小儿科的门诊更加是排队排甲真长，特别是1岁到5岁囡仔，拢因为安尼感冒、咳嗽发烧。कुछ दिनों में ठंड का प्रकोप ज़्यादा बढ़ा है उसकी वजह से टेम्परेचर काफ़ी लो चल रहा है उसकी वजह से छोटे बच्चे जो खास करके 1 से 5 साल के बच्चे हैं उनमें सर्दी का प्रभाव जब साइड इफेक्ट्स सर्दी के बहुत ज़्यादा देखने को मिल रहे हैं सर्दी का दुर्भाव इतना बढ़ गया कि वायरल इन्फेक्शन बच्चों में बहुत ज़्यादा आ रही है। 过去印度的正月甲2月平均温度差不多是摄氏8度左右，无像北美这地区遮尔冷。即马寒流继续发威，数百万省籍人口因为无厝通转去，只会当住伫路边。若是保暖的衫裤无够，受到寒流影响，甚至是有可能的死亡。公视新闻台是同朋友。天气报你知，做好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天气资料。北部地区14度到20度。中部地区14度到23度，南部地区14度到25度，东部地区14度到22度，外岛地区11度到19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陈怡珍，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